国际媒体24日披露一份从新疆公安内部系统外流的文件，其中东突厥散集中营的照片、机密指令等文件显示，大量维吾尔族人遭到关押。新疆警察文件是至今集中营内部最大规模电脑资料外泄所流出的内容。文件显示出维吾尔族人遭到破坏和大规模拘留的程度，内容包括有关当局所登记的约30万中国人的信息，其中多数是维吾尔人。多家国际媒体同日根据相关资料公布报道，当中英国广播公司更特别制作互动专页，详细披露大量被拘留者的照片等资料。当中最年轻的被拘留者只有15岁，最年长的达73岁。除了海外维吾尔人，最新披露的证据也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一向以对华强硬见称的英国外相特拉斯同日即发布声明，形容这些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散侵犯人权的细节令人震惊，并以骇人听闻的破坏形容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所为。他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的访华行程表示关注。土耳其好党代表和一些议员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支持东突厥散集中营受害者平台的活动。他们在声明中批评中国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的不人道待遇，并呼吁将访问东突厥散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要保证其访问的真实性。5月24日，爱彼迎发布声明称，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反复，爱彼迎中国将固本备元，焦聚出境业务游，整合资源，全面服务于出境游的回归，同时将暂停支持境内房源、体验及相关预订。据多家媒体报道，这家在线短租和出行公司将正式关闭中国的本土业务。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美日澳英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周二发表联合声明，四国领导人在声明中宣称，对包容、具有弹性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坚定不移的承诺，同时警告反对南海、东海军事化。2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亲自迎接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以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参加会议。中国和俄罗斯空军星期二在日本海、东中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上空进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举行联合巡航之时，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国集团的领导人正在东京举行峰会。至今为止，北京当局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甚至没有将其描述为占领。